抖音2016年好像9月才有，那是大陆版的，国际版的大陆以外用的国际版的2017年才有，现在是2021年，已经很多人在用了。播放清单有几百项啊，播放清单有数百项啊，好像700多项啊。你看我点按这个，还没有处理好，点按那个井字后面的文字连接的字串，连接到相关的影片都显示出来，像那个拜博，外国人那个研究圣经的很多影片资源都有了，内容很多啊。欢迎订阅，影片版权开放。